咱台湾的特教学生会当伫咧普通班上课，和一般学生同款有平等的教育机会。不过，全国幼教产业工会指出，目前特教助理员的配额和生活辅导老师拢无够，希望教育部降低幼专班的师生比。 每一个囡仔拢有公平的受教权。今年是台湾推动公有零拒绝政策的第30档，特教儿童通伫普通班上课。不过，目前教育现场和老师的支持资源煞真无够。伫公立幼儿园教75档的老师表示，咧教育现场常在拄到特殊生有特殊的情绪状况，老师干会当先安大因的情绪，实际要甲斗3工提供资源真困难，真无奈。最困难的是，我知道他需要鉴定，他需要资源，可是身为老师的我没有权限。我们不是不想帮，而是整个制度让我们帮也帮不上。另外，全国幼教产业工会也指出，特教助理员的配额和时间拢无够，甚至有关期间半点钟，还有巡回辅导师资的容量也真严。以特教助理员的服务时数来说，新北市多数的个案一个学期只给30到80小时左右的入班时数。 还有的县市甚至只给每天0.5小时。那再来还有巡回辅导老师，这些老师们他一个人要负责30到45名的个案，都是常态哦。工会表示，虽然普通班有调整师生比，希望幼专班的师生比会当更降低，减轻老师的负担。教育部国教署是回应，目前有配合特教法修正，113到117学年度有修正学前特殊推动计划，提供老师更较侪支持。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制度的建立，来精进我们现场教保服务人员在特教方面的专业素养。那还有推动融合教育，那以及增加现场所需的这些支持服务效能跟强化行政效能的合作。工会强调，强化学前特教资源是融合教育目前上应该重视的，希望有完善的学前教育，让特教升级到各校较好适应。这也是幼儿成长教育发展真重要的一部分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